OK，好，早起哦，喺度祝你平安。咁就最有機會，今日呢邊大家嚟分享上帝嘅話嗬。今日我講你嘅信息係叫做真實嘅信仰哦 ，authentic faith 嗬。咱大家人知呀嗬，救恩哦是上帝互咱一個真大道嘅禮物。救恩這個禮物哦是憑信心去得到，唔是靠任何人嘅行為、任何人嘅工作。為什麼呢？因為救恩本身哦，唔是一個宗教。救恩是嘅關係，咱特別講哦，宗教都是假人好嘅，所以有人你甲人傳福音講我是信佛咧，撒人兩種宗教都是假人好嘅。其實宗教本身哦，唔是一個救恩啊，宗教是假人創好大事，但是救恩哦是一個關係嘅關係，咱嘅信仰哦是及基督耶穌基督發生關係，所以我唔是基督教嚟救咱。你若看基督教是個宗教，去創大事咱去讀聖經咱去祈禱，咱去參加聚會，咱咁這樣大事幫助咱得救哦，這個是無清楚救恩嘅原因個，所以咱嘅救恩哦，只不過完全是個上帝咱嘅禮物，咱是憑信心接這個禮物，所以救恩哦是上帝及咱哦，跟住就跟你關係，這個關係就跟你譬嚟咧，嗱聖經裡面就真正出咩聖經個哦。就是約翰福音第1章12節，伊講凡接待伊嘅人，就是信伊名嘅人，伊就屬嘅權柄做了上帝家裏。即係佢嘅理念，最即係接待哦，英文是叫做 receive。即係接待就是接納耶穌，咱就這個人我接受這個人我到你嘅厝內，做你嘅人客上款個，你要接待這個人。有時講你嚟接待我，你就是新冠嘅名嘅人，我就屬你這個權柄最關嘅家裏，所以咱及上帝產生怎樣嘅關係，就是上帝及你哋天頂嘅老爸，咱係上帝家裏屬靈嘅家裏。嗱，所以救恩哦是個真正嘅環節哦，是叫做關係建立 relationship。你若冇這個關係哦，咱嘅救恩哦是冇清楚。嗱，我哋講人嘅呢個叫 formula 嗬，但係這個 formula 我是講到。什麼是救恩啊？就是信心、記住做好大事、好嘅行為，幫助那罪人，所以呢度救恩。另外一個是信心喎，記住叫做窮，叫做靈啊，就係唔免錯啊，叫做呢度上帝救恩。嗱，這兩個方面咧，你好你警自己多一個對，多一個唔對嘅我相信啊，應該，咱這個團契戰場的區別應該講，真正清楚講，在是咪 number two 即係第二是對嘅。因為我救恩我咁咱嘅一切工作人冇關係。嗱，萬一我啲小事 number one 我即是大門隊啦所以簡單講呢，嚟到上帝將來啊，咧，大家諗我高上帝頭請我。嗱，上帝問緊一個門隊啊，哎呀，今日我哋嘅聽黨啊，你咪真係答啊？你嚟講我，因為我哋設計我最好大志啊，我幫襯也最冷啊，我嗰幾禮拜等啊，我參加呢個馬加地教會這個團契啊。嗱，今日答案我是為何人得救啊？因為答案是講夠我得救明我這個真好冷啊！我裝嘅最好大志，我甚至去教會啊！嗱，這個冇代表這個人得救啦。這個得救嘅是因為我只是憑信心相信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耶穌基督對我死喺十字架裏面，我係罪當中教你歸地耶穌嘅親照，伊嘅死就大在我嘅死。嗱，所以這個真同嘅關係你需要了解咯。但是為什麼你更加清楚這個你在了解簡單嚟解釋，真簡單嚟解釋今日咱唔免創大事啊！我見到咱唔免創好大事吧？咱冇今日好嘅行為吧？嗱，你講下這個理啊，因為真簡單嘅這個咱嘅英文理，我咁使你嚟了解啦。這個叫做 do， 這個叫做 done。這個 do 就是你嚟工作啦。這個 do 英文叫做 present tense， 現在去追所以繼續去追唔停啦。這個 done 就是了啦，這個叫做已經了咯，追了咯，唔係個追咯。嗱，所以呢，你救恩其實是呢啦，就是我咱冇咁樣個 do 啦。為什麼唔係咁樣 do 啊？因為耶穌個人 done 啦，耶穌第十字架個人做得一切大事個。你知耶穌第十字架嗰陣時咧，就係耶穌第十字架講到7個位嗰陣時，即係叫做十嘅7言個十字架。你十字架第一面講啦7個位個，第6個位意思講完咯，英文叫做 finish，就是 done。
所以耶穌第12記已經為咱創造一切嘅代志個，所以咱唔應該創任何嘅代志。嗱，所以呢個觀念我問你嚟了解個，但是今日我主要成日講另外一項代志個，我嗱嘅另外一個方面嚟學你看嘛，你明白即係你講啥？你講先善嘅空啊，就是唔係創代志，就是交換，但係交換我冇聽你講，真正係交換我有一個表現，就是當一個叫做好嘅行為，牧師你今時講，咱交換及行為冇關係，跟住我忽然間一個好嘅行為啊，嗱，呢個就是咱需要嘅咱了解嘅代志。什麼叫真實嘅信仰 ？Authentic faith， 咱係真實無，唔是無行為嘅表現啊。但是咱嚟了解這樣代志個，咱嘅行為我是叫做交換以後嘅表現，唔是交換以前嘅表現。嗱，你先了解我講一擺，咱嘅行為唔是交換以前，咱嘅行為是交換以後。所以我咱嘅交換我及行為冇關係，但是冇代表我咱嘅交換我冇好嘅行為。咱嘅行為是當得到交換以後個行為就出現。嗱，呢則聖經真，我相信咧，大家人真扎實個嗬，就是以我所述第2章8到第9節，即係講是咱得救真扎，一則真扎重要嘅聖經，真扎重要嘅原因個，就是咱得救本是因為上帝嘅恩典，也因着信心。唔是出嚟家己，乃是上帝所少數，唔是出嚟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嗱，呢個聖經我講得千真萬確清楚個，咱得救因為什麼？因為恩典，即係信心接受上帝恩典，所以唔是咱嘅行為，唔是咱嘅創意者嘅代志，免得有人家己惡咯，家己惡咯講羅牛啊！你講啊，無人持續關好啦嚇，所以上帝得喺度挑啩，唔是啊。但是未了啊，我信咱上我聽第9節未記第有第10節啦。第10節講什麼啊？咱關是伊嘅工作，喺基督耶穌裡面做者，為必叫人行善。其實是 do good work， 做好代志，這是上帝所備辦嘅咱去行嘅。嗱，所以即係講到這樣代志當咱得救以後，得到上帝恩典以後個，咱哋耶穌基督裡面就行好嘅代志。為什麼呢？因為上帝備辦咱去做，所以其實咱唔是講咱完全無好嘅行為啦，這個是行為是交換以前，唔是交換以後。簡單嚟解釋這個真正蒙恩得救嘅人你嘅生命有改變，而好嘅行為就這個人得救嘅一個真正嘅證據。所以咩叫證明這個人得救啊？就是 evidence of his salvation， 因為這個人do good work。嗱，這個真正重要，也就是盡咱未記這項代志，咱嘅生命需要有這個改變。咱嘅生命冇改變啦，即會顯出上帝嘅生命，拉出呢個生命喺咱嘅裡面個。嗱，所以今日咧，我愛用一對兄弟伊嘅生命嘅改變嚟，可能看到什麼叫做真正 authentic、真正實在嘅信仰個，一個真正實在聖經，而且真正簡單嘅聖經，一個真正簡單嘅話，即係耶穌對甲人嘅兄弟耶穌有一日喺加利利海邊行嘅時候看到人嘅兄弟喺海面去掠網嗰個掠魚啊，人個掠魚人啦，可能間耶穌佢講一句話啊，真簡單一句話，他們是講來，你嚟跟爹啩，我要教你啲人。天就呢度起上關，唔好講簡單 ，Come follow me and I will make you fisher of men。嗱，呢個簡單嘅聖經裡面有三真重要嘅代志發生喺裡面，還是講有三真重要嘅特點喺裡面。這個實實在在有真實信仰嘅人有三款嘅表現。你若無三款嘅表現你就小可清楚，你是唔是實在及上帝有關係嘅人？你若無你需要及你嘅教會牧師團隊好講話，好講得清楚。因為咱嘅生命總有一日，咱面對咱嘅創造，咱嘅上帝，咱嘅 creator， 咱嚟面對咱嘅創造者嘅時候，咱是個需要面對伊嘅問題啦。所以這都有三項代志你需要了解，真簡單嘅。他這樣是講耶穌講，這是耶穌講嘅啊，他就耶穌及這個兩個兄弟講，來跟爹啩 ，come follow me， 這是什麼呢？這是個叫做邀請，這個 invitation。本來信仰開始是對這個邀請開始啦，所以你若無這個邀請你的信仰是冇可能開始啊。但是上個邀請是上帝叫
本身世界人發出一個真正清楚、真正簡單的邀請，看follow me 來跟隨我。咱信主人一生就是跟隨耶穌的人。但你請你注意這是上帝本身主動提出這個邀請，唔是咱去邀請上帝再出我的主，是上帝本身發出這個邀請，come follow me。所以咱的信仰頭一步唔是咱去請上帝，那是上帝來請咱。嗱，這個話你至少需要了解所以我無人通家己我都講是我，因為我敬虔，因為我聽上帝，一切都係上帝家己安排啦。我信咱也最大要發生，我是咱小未夠。你就係我常常感覺，我唔知你要同意無個。每一個人信主都是一個勝利，無人信主唔是一個勝利，因為照咱來頭殼是無可能信主嘅，照咱所受是無可能接受啊。咁這個人，這個上帝嚟到這個世界，查罪人對我哋歷史嘅裏面，咁就當接受啊。瑪利亞是同正路事件都冇及人嘅發生關係，咁就有事件。這個答案是人永遠頭殼未了解，永遠頭殼未明白啦。所以我們你未明白，你咪就有信主啊，對不？真奇妙就是當這個時陣忽然間順到這個邀請來嘅中間忽然間咧感覺有這個真特別嘅聲音喺裏面感動咱嘅心啊！我記得我係教會有一對姊妹已經信主啦，哋加入阿姑咯。一擺伊最見證啊！伊先就有咯，伊受姊妹講，受姊妹最見證啊！即兩個姊妹嘅見證實在有通解釋這項代志個。即兩個姊妹點解咱無佇這個神嘅所在呢啲達賴因嘅 village 裏面聚會個？達賴因有順如果呢無人無劇，達賴因嚟入嚟啦，入嚟真係運動啊！因為達賴有一個去行個也多個，所以也最人偷揸走嚟走運動去行個。即個神地這個神地有兩個姊妹穿運動衫，穿運動位底褲，就係底褲，穿運動位我哋達賴因去運動啦。但是唔知緊走啊，多9點忽然間見到咧門，禮拜得入門口啊！即兩個姊妹穿依家嘅超啊，依家講一穿底褲底衫忽然間可能一個禮拜等唔使。因為伊來是嚟運動啊，伊唔是嚟禮拜啊。但是唔使講，如果唔使講經禮拜等忽然間兩個姊妹停落嚟啊，忽然間兩個姊妹介意講話啊。哎呀，你講即係一個禮拜等你去看咪忽然間即兩個姊妹走入去啦。你講入去嘅時候伊頭就係講伊真歹勢啦。因為可能第個人嚟禮拜第個人穿啊真好勢啦。你話伊是穿底衫底褲入嚟啦，個穿運動會入嚟個，伊開始講頭部歹勢啊！但是唔得緊伊就入嚟謝你啊！禮拜以後離開咯。但是迄日頭一擺禮拜以後伊逐禮拜嚟啊！你講你禮拜係中間就頭一擺禮拜你感覺上帝實在定咱佇這個所在啊，實在有神啊！所以過去逐禮拜嚟禮拜後來清楚信主咯，我後邊水咧咯。這個神啊，就係錯嚟啊，唔是人錯伊嚟啊，是上帝錯伊嚟啊。所以我記得咯，唔是咱去請上帝，是上帝嚟請咱。聖經裏面是安尼講啦，健康嘅人唔免醫生啊，有破病人即係醫生啊。耶穌講我來咯，唔是呼召義人，乃是呼召罪人。你注意講我來咯。I have not come for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我來啦！你講更加清楚，第路加福音第19至第17，連主來咯，為俾祈求拯救失喪嘅人。所以我聽人家聖經有人知是由上帝本身來。你睇全世界頭一個宣教士是誰啊？是耶穌基督，唔是人。耶穌基督是全世界頭一個宣教士。神一切以來啊，天定嘅流病、天病切以來，所以耶穌是全世界宇宙中間頭一個宣教士，離開家己真水嘅所在嚟到這個世界。你就係做宣教士真冇容易啊！你就係今日聖經特別叫咱出去啊，咁時 Go and make disciple， 去學萬民做我門徒，咱就出去，今日出去你就係噃，因為這個人嗱出去叫人來無神啦。比如講，一個人嚟呢禮拜等啊，比如講一個人嚟呢禮拜等伊嚟到呢禮拜等伊會聽你講話啊。
因為這是你嘅所在啊，用太仔講喎，即係你嘅 territory 啊，你嘅地盤啊，對唔？你嚟，我是人客啊，我交你嘅出嚟，我就聽你講話啊。但是你嚟我出嚟咧，你就聽我講話啊，對唔？是安尼嘛。所以我當耶穌我跳降對天頂嚟啊，嚟到這個世界，依家嘅謙卑家己哦，將家己第一榮華嘅所在啊，落嚟到這個世界哦，個人世界出嚟，為什麼？為咗你。為着我，嗱，所以這個新嘅信仰我頭一個真重嘅話，表現我這是 follow Jesus，也就講 come and follow me。但這個邀請哦，其實本身是個挑戰 ，is a challenge。You know why？因為當你決定跟啲耶穌嘅時陣個，你這個需要這個改變。所以這是個情，這是個改變。你明白就係啦，是講你若冇離開，你現在嘅生活個，你冇可能。跟啲耶穌個，你咪我說，因為咱嘅生活個，及新耶穌嘅生活完全冇相個，比較真簡單嘛。比如講你若冇信主嘅時陣個，呢個點證我，你可能的確袂嚟參加呢個團契咁先。比如講你若未信主嘅時個，拜節咯，你的確袂去禮拜咁先。你創啥？你創可能去困較久嘅，可能去佚佗，可能去玩，可能去參觀。但是你信主以後個，你明白個，你需要改變。所以你就犧牲咗你家己嘅時間，所以變咗較早起來，嗱去禮拜堂。所以我也就順我，咱新耶穌本身是個挑戰，而且也就人我嚟教會啦，而且跟愛嚟教會，因為有可能有一樣代志哦，教會嘅人我未派呢，及世界嘅人我比起來我，教會人我較有聽心啦。我實在聽到人講一句話啊，有一個多信主嘅人嚟教會個。忽然間，一個玻璃以後個，伊未信主，但是伊觀察咱嘅教會個，嗰度忽然間講一句啦，伊講我，哎呀，信主人我實在比較有聽心啦，我唔使再講比較，伊個假成日比較個，所以也做人愛嚟教會個，咁樣教會袂歹啦，你講啊，教會大家人也夠關心喎，教會人也大家人也乖，所以我真好勢個，但是你叫佢信主伊特別講等者，你知緊啦無？伊無喺改變啊！伊無喺改變啊！喺先講哎呀，我別講我幾時拜佛咧？我就拜廿久咯，拜30年咯，40年咯，50年咯。哎呀，先耶穌也好啦man，但是唔要緊咯，唔免變咯，都歸死咯。伊無喺改變啊！伊無喺改變，所以我先耶穌唔嗱是要跟啲耶穌人唔嗱是接受這個叫做邀請這個 invitation 個。先耶穌人我需要叫做 ED 嘅改變 ，change of your mind，your will。你嘅 ED 需要改變啊，所以簡單嚟解釋個，所以先耶穌是頭腦嘅決定啊，你需要最 ED 上嘅決定，你唔係是頭家嘅接受耶穌個，你最這個 ED 啊，這個 will power，你關於幫落一切物件上千這樣代志個，其實咱日生常需要最決定都是用呢個 ED 啊，點講？我首先呢度嘅人前陣人已經真濟啦，已經。近超咯，都噃，咁咧真做人是最阿媽咯，最銀工咯。OK，嗱呢啲小看咪小看咪自幾十年整咯，可能過60年整啊，唔使。等你未近超以整啊，等你現在你嘅丈夫還是你嘅 boyfriend 及你結婚嘅順個，等你答應而講好。你也聽你就講也聽你，但係到這個時間是唔是也聽你？唔知咯。但是經過這陣幾十年咯，你發現就係第一次有人嘅結果，有人看啊千萬大好，對不？也萬大歡喜，哇！看到耶安看到耶母是也愛，是唔是心來講將來將來有機會啊，當然冇機會啦。將來有機會我要看你我要坐你，這是冇人啱你講啊，講哎呀，我現在看到你整個福氣啊，將來有機會啊，我要看你，這是 very good 啊。但是有人覺得，哎呀，真可憐啊，哇，看了這個慈悲，這個兄弟哇，真艱苦，貴死人艱苦 ，maybe I don't know，但是請你記得，當然接受耶穌，你看是咪說 Yes I do， 對耶穌講以後講，你永遠袂後悔。因為耶穌聽咱是超過咱的了解，超過咱的明白。嗱，我問你這個問題將來咱兩種人咱去天堂，你要創啥？
你睇嗱，聖經講咧就阿羅上帝咁時候，praising God，imagine 一生敬拜上帝，你唔呀嘛？你嗱講一禮拜一拜就喊喊嘛，一禮拜三拜都廿歲咯。imagine 一禮拜七拜啊，特你嚟敬拜上帝，你係呀咩？我跟你講我，你唔係呀，跟啊！因為當你敬拜，當你上嚟敬拜上帝嘅時候，呢度老發現上帝嘅奇妙，上帝嘅聽，上帝嘅豐富。你就係，咱就係看聖經哦，咱就了解下上帝哦，是聖經所講嘅上帝，對不？因為你若冇聖經哦，你都唔知上帝什麼講嘅上帝啊。但係聖經所啟示嘅上帝哦，是這個部分哪啲啊？因為我冇將因為聖經可能就係羅罪，咱就係羅罪。所以《申命記》29至29節，我記得真正出名嘅聖經講，你講奧妙嘅代志是上帝嘅代志，是咱唔知啊嘅代志。關係有種裏面嘅是咱現在哦，認為唔知啊啦，將來真係知啊啦。所以保羅啲三層次個，你講伊聽到人未咗去聽聲音啊。所以上人我相信我咱一生哦，影響嘅裏面哦，有當經驗上嘅嗰個最物件，是咱現在哦未了解嘅，現在未明白嘅。所以咱嚟敬拜哦，即係每一拜哦，會 excited。我唔知你每一禮拜哦，你嚟敬拜上嘅以後哦，你嘅心情會 excited 噃哦。但你我唔敢講你是坑坑嚟啦，冇人講是坑坑嚟哦，摸到佢真好啦，即係 describe 真好啦。但係其實唔是坑坑嚟啦。但是有時候每一班嚟到禮拜等我，敬拜上嘅以後哦，你離開禮拜等我，你嘅心情會改變。嗱，這也重要。每一班哦，你嘅心情嗱改變哦，你嘅心情嗱咁嘅 excite 到啦。禮拜你過去，對不？呢個時候你，俾我哋去自己參觀啊！你睇你嗱開自己先嚟參觀個，再少有人嚟試菜啊！因為試啦嘛，一隻看賣啊。但是我勝利成功還是失敗哦，唔是人嚟未嚟啊，是人嚟了一擺哦，第二擺過嚟啦，這就回頭客個。你若重新個倒來哦，你嘅勝利真係成功啊！你若開到這個參觀哦，人開到一擺哦，西安啊，冇個嚟咯，你係失敗啊！所以我咱每一班嚟講上嚟頭前，咱敬拜上帝以後，你講緊我 I learn something new 啊，我都學習新嘅物件，我 I experience God，我經驗嘅上帝哦，所以下擺哦，你怪個自己就依嘅，這個這個盼望啊，哇！我愛過嚟敬拜上帝，將來就是安尼，所以佢就保守咱，所以這求上帝字哦，follow me，其實就講呢個軍隊啩，即係個邀請，即係上帝主動嘅邀請，但係對咱嚟講係個挑戰。你想要回應這個條件，你想要 follow Jesus， 這個觀點中間哦，需要有種咧需要大些改變，而且幻想是你嘅頭殼裏面嘅決定，但是未了，真正係信仰我冇停你講，唔那是頭殼嘅接受，嗰陣你講 I will make you， 我必教你 ，I will make you， 英文我更加清楚啦 ，I will make you， 我必將你變出另外一個物件。這個叫生命嘅變化，叫做 transformation of life。所以我真係信仰我，唔那是咱軍隊耶穌，啲軍隊耶穌嘅家庭嘅中間講，上帝要在咱生命中間改變咱嘅生命。從 I will make you， 我要改變你嘅生命，我要轉化你嘅生命。所以這就是哥林多後書第5章13所講嘅，那有人喺基督耶穌裏面，就是新造嘅人。古嘅代志已經過去了，兩變最新嘅咯，這個叫 transformation， 生命嘅變化。這個當這個人接受耶穌做伊嘅生命嘅主嘅時候，伊嘅生命就開始這個改變嘅家庭。你記得這個家庭，所以唔是好認真，是這個家庭，這個 process， 這個家庭慢慢嚟轉變，慢慢嚟轉變。你記得啦？咱每一個人哦，生命都係改變，但是咧，咱英文叫做 under construction， 喺建設嘅中間。有時候你講到，哎呀，這個疾病，咱嚟先做了，咱就安尼無啥大變啦，伊唔是無所大變啦，伊是慢慢改變啦。所以我想講，啊，上帝對我先做嘅工作未了吧 ，under construction。所以我說咧，嗰個教你講這個標定開始嘅時候攞到未了吧，但是但是到這個時間咧了咯，係咪先？所以根本這個時間，所以佢做保守啦咯。但是記得咯，這個改變哦，唔是人嘅工作，這個改變哦是上帝嘅工作，這個改變哦是聖靈嘅工作。請你記得一句話哦，無人更改變另外一個人。咱最重要嘅。
你無法改變你嘅太太。咱做太太嘅，你無法改變你嘅丈夫；咱做父母嘅，無通改變你嘅家兒；咱做家兒嘅，無通改變你嘅父母。的確嘅，上一頓改變，這是上帝嘅工作，這是聖靈嘅工作，唔是無改變啊，唔是咱嘅工作，咱嘅工作創啥？咱可以祈禱啦，因為這是上帝生命嘅改變哦。真講個好一個人嚟改變，其實咱每一個人哦，有家己生活嘅習慣嚟講，真簡單啊，連食物嘅習慣愛改變都無法，你相信無？這個人哦愛食肉，你叫伊無要食肉哦，伊真艱苦哦。我唔知你翁哦，你翁嚟愛食肉哦，你講哎呀，唔能夠食很多肉咯，較老咯，你身軀袂好勢咯，袂加一咯，伊繼續愛食。因為哦，呢個是習慣啊，這是生活嘅習慣。你食到40年咯，你未改變啊，冇通改變。嗱，什麼時候改變你知無？當這個人哦，辛苦面對困難嘅時候，呢個叫 crisis 危機嘅時候，歹勢講冇歹意思啊，就講你辛苦真冇好勢咯。等講哎呀，bypass， 你係開心啊，你嘅心冇好勢啊。就開刀啊，開刀就 bypass 啊 ，bypass 之後喎，醫生跟你講我唔未做嗰隻咯，其實我你無法的啦，因為你就係你嗱嗰隻，你食落去哦，無法的啦，你都未掉的啦，所以這個時候人真係改變的，所以你講哎喲，哎這個人改變食面嘅辦法咯，都很困難啊，咁之後改變就係人嘅體啊，這個跟你嚟白講，我嘅體就成你咁先，所以但是你唔是講會改變啊。聖靈嘅幫助人，所以這個人我先主要我唔係是頭殼嘅改變，伊生命都開始改變，但係這是上帝嘅工作，唔是咱有通做個代志。但是我真可惜，真可惜，有種我哋記得到哦，先做了10年、20年、30年，聖靈我無停嘅追趕，即係上帝僕人嚟講道嘅信息嚟提醒咱，即係係你姊妹三角嚟關心咱。嚟提醒咱，但是有時咱就是無愛變，結果咧，永遠哦20-30年哦，永遠這個屬靈嘅 baby 啊，the spiritual baby 啊，咱就我無大漢嘅見啦，這是真艱苦嘅代志，所以佢就บอก咱嘅生命哦需要成長啊，所以我有時講來跟地話 ，come follow me，I will make you，我呢個生命嘅成長起來啊，所以我講哎個牧師，你今時講成長係聖靈嘅工作，對。聖靈嘅工作，但是人需要配合聖靈嘅工作，所以佢呢就呢個你若無配合上帝嘅工作哦，就即係講你唔當消滅聖靈嘅感動啊，所以你若無配合聖靈嘅工作哦，你嘅生命咪是咪更高？咁咪即係配合啊！我記得講三大字個，就係你喺生命嘅成長哦，其實唔是困難嘅大字啦，就係叫做 back to basics。都基本嘅裏面，你先也數，有種咧真基本嘅代志你需要練，呢個屬靈嘅操練啊，呢個叫做 spiritual discipline， 屬靈嘅操練個。我覺得你需要繼續個保持一個真正基本嘅態度啊，基本哦是真重要嘅，你知無？拍籃球嘅人哦，今日大家就去練啊，點解咧？叫做 professional 啊，點解咧？這個球員個，今日大家去練啊，因為呢度保持呢個基本嘅功夫啊。你嗱喺拍籃球嘅人，我咁睇你可能你仔講你唔使啊，直翻嚟講這個 Michael Jordan 啊，這個是叫做籃球嘅線啊。你仔喎，你頂擺見啊，順落伊劉備成日交最頭前嘅交咧，是伊劉備啊。你仔劉備哦，特年你叫佢摔跤哦，2000擺啊，2000啊，特年 every day 啊，2000擺佢摔跤啊。所以我如果摔到手啊，殺好順手殺啊，未壓起來啊。但是就是按呢款嘅功夫哦，特你2000哦，結果變咗拿球嘅線啊！即係叫做基本嘅功，墮鉗嘅人哦，做墮鉗嘅人，你就係墮鉗嘅人哦，即係咧叫做 professional， 即係專門大教墮鉗嘅人哦，特你咯，你鉗嘅裏面我用能點正我練 basic 啊，所以我即係 basic 也重要啊！每一個人嘅生命嘅成長，我冇離開呢個基本啊，上關你記錄到啊，你什麼是呢？你基本啊？早起來靈修是你嘅基本，早起好讀聖經是你嘅基本，好祈禱是你嘅基本。嗱，即係你嗰隻叫做 basic， 所以每次你落即係你想學習操練，就講最基本嘅代志啦，就是叫做靈修、
祈禱讀聖經，靈修祈禱讀聖經。你講啱啲啊？我跟你講我先做40幾年啊，40幾年哦，我逐年哦，到現在啊，逐年我成6點起來讀聖經啊，6點起來靈修啊，6點到7點半左右，我都幾隻早餐。所以是40幾年哦，我冇改變啊。我一擺我係牧師了喎，三級最見證啊，最見證個可能間有人問我，你個牧師近朝安聚呢咯？你感覺牧師就話，伊講一句話啦。我頭先就講一句話，伊講我係近朝我是真 discipline 嘅人啊，真自律嘅人啦。你講我近啲近朝30幾年喎，伊就是逐年咯6點就起來讀聖經，所以講咧要跨到。所以你記得，這個是真基本嘅代志個。你喺生命喺成長個，請你記得咯。你好靈修讀聖經祈禱，你問你家己個，你現在有保持這個嘅習慣喎？這個好嘅習慣喎，你就人我是習慣嘅動物啦。我講一擺哦，人係習慣嘅動物啦。咱創代志哦都係習慣，對不？你拿話車，你習慣去到一條路哦，常常行條路。你食物件習慣去到一個餐館，你常常去到一個餐館。所以咱是習慣用，當然好嘅習慣 very good。嗱，歹嘅習慣就減起來啊，咱嘅熟練嘅習慣哦，就建立起來啊。所以佢就冇錯啦， back to the basics。第二咧 ，back to the Bible。嗱，你係靈食，你係靈修嘅，呢個 devotion 個，什麼意思就係噃？什麼叫靈修啊？英文真簡單啊，叫做 spend time with God。要及上帝用時間及上帝追一個，跟住及上帝約會啦，spend time with God 及上帝追一個啦，所以叫靈修啊，什麼叫讀聖經啊 ？Study the word of God， 研讀上帝話，即係兩個冇生啊。你嗱早起來哦，靈修哦，唔是為咗明白聖經嘅知識，唔是啊。唔是愛解釋什麼意思？No。靈修是 spend time with God， 及上帝追一個啦。睇過聖經，咱就上帝同你講話啦。你冇聽明了，冇聽明去問嘢，什麼原文什麼意思啊？什麼冇聽明，即係及上帝追一個啦，叫做 spend time with God。但係冇夠，你想用時間咯，叫做 back to the Bible， 好到佢聖經裏面研究上帝聖經。今日我教你一個辦法。你就係用什麼辦法讀聖經最好？你知冇？你斜一個破三個讀聖經，唔是一家嘅讀聖經，兩個人三次讀聖經。我保證我，你對聖經嘅了解我完全冇相。你什麼原因冇？家嘅讀聖經我真慳時我人我係問家嘅問題啊！你讀咧就了，頭先乜大嘅聖經咁時，你羅馬書咁時，你念聖嘅羅馬書哦，將你家嘅聖句獻罪，當作活祭獻我上帝。咁時你讀了就了喎。你嗱兩個人讀聖經，你試過咪？兩個人讀，但是哪讀哪問題？你問你，伊人問你，問來問去啊，兩個活祭，什麼叫做活祭啊？什麼意思啊？你問呢個要之後答個，你係答個。上帝所看意，上帝看意什麼啊？所以我讀聖經第一個辦法咯，唔是自己讀啦，是兩個人讀，即係同化。所以兩個人三個讀就讀，一讀三個講話，三個問看話，什麼意思啊？那冇答案冇要緊，記得冇答案冇要緊。你嗱，這個答案你又冇曉，我冇要緊，寫落嚟。有機會咧就去問牧師，牧師講你嗱，即係什麼意思啊？我掛意，佢係有得冇有得，嗱冇咧冇信真奇妙你就係噃，你嗱會寫落嚟哦，會信你聽到個，好真奇妙咧。上帝聽到，上帝幫你同你解答呢個問題啊。所以就係你嗱家己讀聖經嘅人，我冇真慳時問問題，全做咧就去咱我經過成日訓練喎。咱嗱讀聖經咧就家己問家己嘅問題個，但係普通人真慳時問問題啊，所以你需要斜一個淡化三級讀。三級冇問題，所以佢哋咯靈修我是及上帝三級經嘅一個真真需要時間，但是我讀聖經我是讀到 Bible 是研讀上帝聖經，及人三級嚟研究上帝話。但是第三，你需要 back to the cross， 什麼意思啊？因為耶穌講出句話，你講呢度打起呢個十字架嚟管地瓜，什麼叫十字架啊？其實十字架真簡單啊，叫做幫晒家己嘅性命，什麼意思啊？生命愛成熟個，你嘅生命愛改變個，你想學習
崩殺你家嘅生命。你講得很嚴重啊，其實唔係很嚴重啊，其實真簡單啊。我講個超係真簡單啊。你特日創一項代志，你無愛做，但是應該做嘅代志。我講一擺，你特日創一項代志，你應該去做，但是你無愛做。You need to do, but you don't want to do。你明我意思冇？你第一項代志我應該去創嘅，但是我無愛創啊，因為我無愛創啊，就是你叫做你家己這個小啦，這個自我這個小極強啦，小先特啦。別講啦，你最重要嘅，你應該及你太太講 I love you，I love you。但是你就係你應該講，但是你無愛講，真係無愛講啊！係些，阿是你冇習慣講，冇。你講你應該及你驚講啊嘅啊 ，I'm sorry。真係因為可能發生這樣大事，你就係你唔着咯。但是你應該講嘅，但是你無愛講，跟住面子啊！咁你之後留俾咁家講 sorry 啊，對把正牌啫咁先，所以無愛講。所以問我意思講，你每次你試看咪，你笑看咪，創這樣大事，你就係你應該創，但是你無愛創。咩講？你冇講緊嚴重啦，我所以講其實講緊社機哦，講緊話咧就特別試，唔是這個意思啦。你講你制啊，這個 temptation，你講你愛這個自卑啊，你講你明明制啊，你唔應該每次你一殺，但是你愛妹啊，你了解亞貴啊，但是你愛妹，但是制啊，聖靈講唔貪妹，咁咩東西啊？就係你創這樣大事，你制啊，唔應該創，但是你無愛創嘅大事，你嗱慢慢你創我，你看你嘅生命嘅變，你哋對這個叫做自我中心喎，俾啲學習照顧別人啦，其實社機哦。叫做 consider the other， 關心別人啦。因為咱每一個人我都喺實講，咱都比較自我中心嘅人咧，咱都是家己最 number one 嘅。所以但是社機就是將你家己放落嚟啦。所以受過別人嘅需要，所以你頭殼裡面受別人個，較誰受別人嘅需要，我哋人受家己個。其實咱這個世界就是咁啦，也就是咱你看到人生命嘅需要及無需要，就是當一個人到這個所在你是國家嘅借位愛借地水嘅，食物嘅愛食地好嘅，冷氣愛地冰嘅，愛嘅環境愛食地好嘅。這個人即係冇想唔對啦嘛，這是一個嘅你唔係講嘢管理吧，嘢 right 嘢管理個。但是這個人到這個所在世界最一個當間個，總是學習了別人個這個係地好嘅，你記住這個為你記住，你發現這個人嘅生命咁難無常嘅唔先，所以佢就報信啦這是第二大字就這樣是講 ，come follow me，這個是一個邀請，這個是 I will make you， 我要改變你，這是一個生命嘅改變。你知未了吧？第三大字，比方說 I make you fisher of men， 我跟住愛你這個啲人就對了起三觀，這是咱人生嘅這個使命啦。所以簡單嚟解釋嚟觀點吧，所以頭殼嘅改變，咁先啲意義嘅改變。I will make you， 這是生命嘅改變，但是未了無停地這個，你需要這個行動嘅改變，啲人先做得到起是這個生命嘅改變，行為嘅行動，甚至講我今時好嘅行為，現在出嚟咯，這是你嘅人生這個使命啊，咱現在需要改變，啲人先做得到起這是你嘅行為嘅行動嘅變化啦，你需要改變這樣大事啦，你曉得咪？這兩個人這兩個兄弟本來是獵魚人個，對不？伊是獵魚嘅，現在是講好嘅，我現在我哋唔是獵魚咯，獵人咯，所以本來是 fisherman 獵魚人個，現在啲人咯，人坤無常個，我諗這個問題為什麼無常啊？你曉得嗎？為什麼無常啊？什麼是fisherman 即係獵魚人個？什麼是 fisher of man？啲人就到魚個，為什麼無常你知喎？真簡單嚟啦，你曉得咪啊？因為 fisherman 獵魚人個是將活嘅變做死嘅，對不？這個魚是活嘅你將獵起來你就死咯。所以獵魚人是將活嘅變做死嘅，活魚變做死魚。你哋海裏面樹好些你獵起來變做死咯。但係 fish of man 呢，啲人就對魚呢都係相反，咱將死嘅變做活嘅，
對不？咱現在有一個使命啊，就是我將人被連不亞所人我，啲上帝眼中我，伊是死人啊！以弗所書第2章第1節是安尼講啊，伊死喺罪惡嘅中間啊，伊是活嘅死人啊！現在咱最 fish of man 將死嘅死人變咗活人啊，叫做 born again 啊，定頭詩啊！所以你講這個是人生嘅使命啊！所以這個羅應有嘅大事啊，上帝將這個大使命交予咱啊，互咱咱現在咱唔是為家己活咯，咱為上帝活咯，咁啊即係話啊，互這個無生命嘅人變做有生命啊，將這個無憐不上帝嘅人變憐不上帝啊，所以現在咱嘅生命會改變，對不？所以OK，意思講咩？咱信主以後咱嘅人生有改變喎。咱嘅人生嘅使命有改變喎，咱人生嘅方向有改變喎，咱嘅人生嘅價值觀有改變喎，嗱，這個也重要啊！你若冇改變喎，這是大問題啦，對不？咱嘅生命未改變，但係我講我生命改變就係家庭嘅事，即係家庭嘅中間唔能讓我看到咱嘅生命改變，而且咱有一個人人真夠生氣嗰陣時，也夠發生氣，但係信主以後會變。但是你想看咧，今日人開始會生氣，你知無？其實生氣嘅原因其實真簡單嘅啦。人嘅心驕傲嘅人真係容易生氣啦。驕傲嘅人凡事愛控制啦。所以當一個物件啦無受於控制無照嘅意見出嚟個，無照嘅意見發生個，伊會生氣個。所以簡單嚟講當咱嘅目標互人阻擋個，咱會生氣個。其實這個真是代表一個人心內真驕，因為伊愛家己最主啊，還是最王啊，所以愛控制一切嘅代志啊。我記得點解有一個老爸伊講哇，我發一句我會驚大家會聽。伊講咱就真正有炮啊！你講我講一句話大家就驚啊！你講我甲伊講，後來我甲伊講我兄弟啊，你講一句話大家會驚你唔是因為你有權柄啦，是因為你見得較細漢啦。我跟你講你若無改變你現在你嘅態度下擺你發一聲你見得袂聽啦。因為當你見得大漢伊袂聽你講話啦。當你見得大漢，伊若無肯定你伊袂聽你講話啦。現在聽你講話因為佇你嘅家內面嘛，你攻擊伊嘅需要啊，伊唔敢唔聽你講話啊。但是到一個時間你發一聲，伊袂聽你講話啊。你若拍，你袂夠伊拍啊。你做搞伊拍啊，所以你就變啦，兄弟啊！即係唔是，所以其實有時陣咱真奇怪，咱拿住家己咱家己，大家人就聽咱講話，其實叫做保障咱。但是當咱信主以後咱嘅生命會變。咁是，我這個老爸上，這個是真特別。這個老爸較歹脾氣啦 ，OK， 較歹脾氣個，所以出來人大家會驚伊啊。有一擺，但是這是見證啊，這是後來伊家己講見證。伊講後來唔知道上帝係奇妙個，互伊信主認不上帝個。伊講等於信主迄日都去出來個。伊講佢反正係靠這個改變伊去切這個，伊無多鎖匙個，所以切這個錶啊，這個切錶個，伊切落去你就喺頂擺這個人歹脾氣個，你就喺這個人你若歹脾氣你會較粗殘嘅人真奇怪，伊嚟切這個鈴這個錶切得也，你咪叫我切啊？你講叮當等落咁時，我啲等落咁時，這個人唔是你啦，這個人伊講伊切你啊嗰時，切落去也等啦，冇幫手啦，所以這個你也問題等個。人係出嚟，所以裡面嘅人教人聽到就掛緊出嚟開門嗰邊就投幾多嚟個。因為見啦聽到這個聲音大家會走啊，因為就喺樓邊多嚟，爸爸也夠數據嗰陣大家會走個。所以我呢年你都出嚟已經切這個錶啊，這個鈴個，一切落去伊講你幫啦，因為要排泄個，伊講你等個出來人唔知啊，伊都嚟啦。伊若就別人嚟啦，所以等於入去伊講等於入去房內面看到見仔佇佚佗啦，但係人看到伊戇起來，伊唔係看到老爸都嚟伊大家見仔驚個，老爸甲伊講唔免我驚咯，
後來即係留俾我攤即係叫佢及啲見啦堂錄影咧嗱，特別講我爸爸先蘇啦，爸爸冇個笑氣啦。你即係我即簡單，即係講即係很簡單嘅大詞啦咧。所以你講你生命嘅改變唔係講很嚴重嘅大詞，就是呢個生命我及機會無常聽啦，因為呢個生活無常，呢個宿命無常，呢個家庭關係無常個，即係人我真係明白我什麼叫信仰啦。嗱，所以我。跟他即刻真簡單嘅話啦，嚟軍隊啩，我俾好你啲人叫做啲起上翻，一句話哦，好啦明白三項大字個，嚟軍隊啩哦，即係啲頭殼上嘅接受，所以頭先我即係你接受即嘅叫做 invitation， 即係上帝對你嘅邀請。另外咧，你需要我好你嘅好上帝有機會喺你生命中間改變你生命，你嘅生命需要有一個變化一個家庭。唔是講可能唔是個 overnight 咗歷史點正常發生嘅大事，但是你覺得呢個生命我慢慢嚟改變。另外第一種有時呢個生命嘅宿命無常，呢個就係我為咗什麼嚟畫？簡單嚟講，我為什麼嚟畫？機是為丈夫嚟畫 ，OK； 機是為咗車主嚟畫 ，OK； 機是為咗家裡嚟畫 ，OK； 有人是為咗金錢嚟畫，但是到這個時陣，你是唔是關於為咗上帝嚟畫？因為上帝真正嘅宿命好啲咯。機我是獵魚人畫嘅，變咗詩嘅。現在是啲人嘅啲魚人將詩嘅變咗畫嘅，所以呢個生命我有一個另外一個嘅宿命啊，另外一個嘅態度。你就係你人生嗱有宿命我，你人生無常啊。你就係每一年咯，你這個對照裏面都有意義啊，都有價值。你真係有人我感覺，哎呀，這個也哦唔知創啥，跟啊，因為佢冇宿命啊。我教會有一個指標。你睇差不多要兩年嘅時間咯 depression，嗰就鬱卒啦咁時，抑鬱症啊 depress， 依屆最驚症啊！如果我每集起來哦，呀，因為我唔知多創啥，我唔知創啥，所以我講緊條畫地這個世界哦冇意義啊，冇價值啊，但係感謝上帝哦，上帝改變伊啊，後來哦因為以前咧，伊要晒伊丈夫哦見面啊，所以從啲介紹人哋佢哋變個，伊晒見啦哦，當中條華國嘅啦，後來哦就是佢哋伊介紹人 depression 個，depress 個，所以晒見啦講馬你唔能夠夾佢哋變咯，你嚟啦，所以我伊能力整我移民去美國，後來去加拿大，用這家哋美國就是加拿大個，卡索是即係啲加拿大呢個所在個，伊企喺加拿大，如果我。呢啲加拿大哦，開始投資你啊，投立谷嘅成呢個，呢件咧就是打冇一倉喎，但是我上嘅時就係阿權美講護持你咯，唔使跟嚟講，忽然間我有這個聲音咁樣講嘅啦，你不創啥？你安尼吧，忽然間我伊講，咱就跟住我安尼啊，你講忽然間咱就這個人我黐起來個，忽然間我。依家嘅走幾斜交去啊！你講我嗰時上帝耕作，你講我好似你攞依家走幾斜正交去個結，你講你幾禮拜等嚟面，頭一擺幾禮拜等你幾嚟面個，經拜以後個，伊忽然間有一個指標，因為頭一擺去啊，有一個指標走幾斜伊啦，走幾斜伊個，依家講一句啦，你講指標啊，我看到你攬住有道門對啊，我話最推你幾多咩？好，推幾多個？即係指標推幾多啦？幾多了以後喎，哇！你講攬住我依句攬我。咱就冇上去，咱就有一個規律喺裏面個，結果伊咁你就 sorry short 咯，伊就是禮拜第一禮拜，你知哦，你少嚟夠哦，現在即係呢個指標點解咁時講唔知喺創啥？呢個就係即個指標哦，啲加拿大嘅教會哦，幫襯教會，伊係自己真傑得嚟人啦，伊有超掛，又有道歉，又有百無實啲啊，現在哦，伊自己嘅教會嚟咯，多一個追一個小組嘅做掉個。多咧，這個教會，這個 life group。另外我以每波年我都嚟佢裏邊拜，都嚟伊睇到啲佢裏邊攞能國嘅，你真係創上啊！你小未夠啊！伊用一個嘅時間哦，叫做 mission 啊，伊就去鎖定我，因為伊接嗰個就佢裏邊嘅教會啦，我伊 support 呢個佢裏邊嘅這個基教個，伊用一個嘅時間咯，特別都嚟佢裏邊咯，就是去鎖定特所在哦。佢準備上嚟工作，伊講我我咁伊都嚟我咁樣人我變咗另外一個人啊，變咗另外一個人個，所以我感覺我
咱的人生咱有使命個，你的規個人會變啊！你的人生若無使命個，唔知做你講，我做阿媽攞有什麼使命？你的使命就將你的信仰傳落下一代，這是你的使命。無論每一個人哦，你生命中都有一個使命，你想要達到你的上帝和你的工作，因為咱是上帝的僕人個，所以無論是你是傳道人還是唔傳道人，你都是上帝的僕人個，所以每一個人有家己的使命。你小看咪，你問看咪，我現在我哋對住裏面這段時間，上帝愛我創啥？我應該做什麼工作？我應該做？你就發現哦，你的生命真係有價值啦。嗱，唔是哦，我唔是講。但你寄來創造是無價值，無這個意思是你需要找這樣物件，互你感覺你的生命有價值，你的生命有通幫助別人哦，你的生命才有使命，你的生命才有價值，所以佢就補充咱咯，唔係一句話，跟住這三句話啊，就是來問題話，我要互你得人叫做得喜上款，這三句話互你知啊，咱係一個真實的信仰哦，生命頭殼有接受這個 invitation， 生命有改變。人生有使命，你的信仰哦，真係真實啦！你的信仰喺這個你的人生中間哦，真有真正嘅意義及價值啦。所以佢就補充咱哦，就會甲咱同在。但係三問對哦，即係提出嚟個，咱即係繼續祈禱一下。你唔該感謝你哦，君今日你有通及君嘅兄弟姊妹大家嚟分享上帝呢個話。主要君相信君大家人大部分都是信主嘅人，但是君嘅信仰是唔是真正係真實？君是唔是真做耶穌？破掉這兩個下啲三觀嚟君啲耶穌，嚟好生命得到上帝呢嘅改變，和君人生或者個使命或者個方向，就係君信主以後，君嘅生命應該改變，君嘅生命嘅意義應該無省。主要幫助君嘅指標，無論是貴氣，君仍然應該有使命嘅呢個對照嘅裏面。even 都君是做阿媽咯，但是君應該有。盡到這個對照嘅原因，何君將阿媽嘅責任上面，何君將這個信仰傳到嗰下一代嘅家順順，特別君將君每一個兄弟姊妹教導主呢個中，咁就做保守君將呢個話肯定君嘅心內，有什麼問題，上帝叫做聖靈嚟解答君，何君即係呢個話嚟提起君嚟挑戰君，跟住君嚟感恩求君嚟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 ，Amen and Amen。